集同大家介紹一下嘅係帝舵 Black Bay Ceramic M79210CNU001。同呢隻錶相似嘅係帝舵為咗2019年 Only Watch 慈善拍賣而特製嘅 Black Bay Ceramic One。佢既係首枚用上陶瓷錶殼嘅 Black Bay， 又係首枚配備透明錶背嘅 Black Bay， 加上只此一枚，所以結果成功以35萬瑞郎嘅天價拍賣出去。呢隻錶面世之後，亦都獲得錶迷嘅一致讚好。依家終於等到品牌推出常規版本啦。M79210CNU 腕錶，錶殼以微珠噴砂亞克式陶瓷打造，一體成型嘅中層錶殼，直徑41毫米，底蓋以黑色 PVD 316L 鋼配透明藍水晶鏡面打造，黑色 PVD 316L 鋼單向旋轉外圈，配黑色陶瓷60分鐘刻度字圈，飾以太陽光線效果，專刻刻度及數字。鏡面以圓拱形藍水晶打造嘅亞克式錶面，搭配咗立體時錶同埋帝舵潛水錶嘅一大標誌雪花指針。時錶指針亦都塗有 A 級瑞士 Super Luminova 嘅夜光塗層。黑色 PVD 316L 鋼全入式上鏈錶冠，飾以浮雕帝舵玫瑰標誌，配備圓紋磨砂鋼上鏈錶冠軸。M79210CNU 腕錶搭配咗帝舵錶原廠機芯 MT56021U， 具備咗時、分、秒嘅顯示功能。動力儲備亦都經過瑞士聯邦計量科學研究院認證嘅70小時，而腕錶亦都具備200米嘅防水功能㗎。呢款咁精彩嘅 M79210CNU， 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